係，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陳尚義。咁我係一位註冊社工，亦都係同行鳥創辦人，推廣精神健康。好普遍，香港都會遇到唔同嘅競爭啦。咁無論係學業啊，或者係職場都會遇到。咁喺學校，第一個就會係考試啊，同埋公開試會遇到競爭啦。咁其實好多時我哋嘅競爭心態都會令到我哋去同唔同嘅人比較，就會覺得自己嘅能力高啊，又或者能力低，而去覺得自己失落感啦。咁其實喺學校呢個環境咧，最重要係發掘到自己嘅優點缺點。當然缺點要慢慢咁樣去彌補翻啦，但係優點都要欣賞到自己嘅優點係啲咩，慢慢咁樣精進出嚟。呢個社會冇個個人都係單一方向去做得優秀嘅。反而我哋發掘到自己嘅優點嘅時候，會知道自己有啲咩做得優秀，可以點樣去幫到自己、幫到其他人、幫到呢個社會。咁又會令到我哋更加可以喺呢個社會上生活到之餘，又可以貢獻到社會。如果你有情緒困擾，甚至乎打算有自殺嘅行動嘅話，咁我會建議你去打防止自殺熱線23820000。